烯、丁香油跟甲醚以及吡啶，就是这个人工合成香料物质不得再使用。那这些香料物质呢，最主要呢常见于一些市售的，像是果汁啊、糖果啦、饮料、冰品或是调味酱里头。消署预告修正食品添加标准，香料苯乙烯、丁香油酚甲醚、吡啶3款合成香料从2024年开始禁止使用。不过这次美国公告禁用的合成香料一共有7种，还有包含2丙酮、丙烯酸乙酯、月桂烯、无薄荷酮等等。但台湾目前却只禁用3种。这3款比较，就是说比较很多国家共识可能是有毒的，未来也可能会禁。那其他的几种是因为只有美国禁，如果一次禁那么多，会不会对我们有一些食品的工业产生一些巨大的影响？所以可能是缓慢的禁，剂量很重要。如果你的吃的剂量都在一定范围内，事实上相对来讲相对安全，所以不一定每个国家都会禁掉这个食品添加剂。医师强调，这些合成香料其实也能从天然食材中萃取，作为替代方式。因为只要是合成的食品添加物，或多或少都会伤害人体，还是少碰为妙。TVBS 新闻何家阳、雷军台北采访报道。